即摆来介绍三角形。三角形就是有三个边、三个角，而且迄三个角三天平平180度。好，即摆来介绍一寡无共款的三角形。好，有一种就是，若是讲一个三角形，三个角拢比90度较细，迄就叫做内角三角形。若是讲有一个三角形，有一个角是90度的，迄90度的角，迄就叫做曲尺角。所以，即个三角形就叫做曲尺角三角形。好，另外一种就是，若是有一个角比90度较大的，迄就叫做钝角三角形。若是讲有一个三角形，两个边是平长的，迄就叫做平长骹三角形。若是讲三个边拢平长，当然迄三个角嘛拢共款拢是60度，迄就叫做正三角形。3加3，2领3裤；3减3，2领裤3。裤加裤，真正2领裤；裤减裤，无裤，搁脱2领3。